每是当农历6月到8月，就是台湾天文大漏水影响期间。今年伫7月21到24，就是沿海地势较低所在，容易发生海水倒灌，加上个风台，所以水利局已经预先设立抽水机组来改备。其中委托嘛相当关心，特别到场会勘，提出水利局长的简报，希望将运河的水位维持伫1.02公尺，来溢到路面。这水都一直在涌进来，那抽水机从那边抽，水就从这边流到那边，然后抽进运河，这很清楚，看到水在流动，在抽水的最高潮线已经过了。因应这次的那个天文潮，那大潮会造成我们安平区的一个影响。那我们在去年开始就针对于一些出口的这些闸门有去做了自动水闸。那另外在这一次我们也布建了相关的抽水机组。那在大潮开始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行抽水，避免这个路面有积淹的情况影响行车安全。那截至目前为止，我们相关的这个防汛的措施都能够做得非常好，这个路面都没有积淹的现象。23号一透早，水位已经满到路面，加上风台一步一步逼近，市府就要用临时抽水机组来抽排应用。为了彻底改善运河大漏水引发可能的淹水，迈进向中央争取5000万，将安平路切到有趟海连通公路，并防止外水倒灌。该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。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